亲爱的台南爱陶瓷的朋友，你好。今天呢，我们沿着台17到七股来到一个很特别的地方，要带您去拜访一位非常重要的艺术家。我想每个朋友您都知道，台南有一个奇美博物馆。奇美博物馆的上面呢，有一个荣耀天使。对的，我们今天就是要带您来拜访这位艺术大师杨明忠老师，他就是奇美博物馆荣耀天使，帮助许文龙先生完成这个艺术作品的重要的艺术家。您想想看，天使在天上飞，而我们今天呢，竟然要来到制造天使的艺术家的家，这不是一个很美的爱的迫降吗？来吧，我们来看看艺术家的家。嘿，杨大哥你好！大哥你看啊，你这个地方是 Bird House Studio， 这什么意思呀？鸟屋工作室哦，鸟屋工作室就是我工作室的名字哦，了解。因为我的工作室有4、5栋小屋，构成，所以小小的房子像鸟屋一样，所以取名叫鸟屋工作室。哇，真的感觉很有趣耶！我们跟着大哥一起来进入我们的鸟屋工作室，一窥究竟吧。好，来前进。哇！杨大哥，您这边真的是一幅世外桃源嘞，好美的一个艺术空间哦。你可以给我们做一点介绍吗？好像总共有3个很特别的一个区块哈。这个空间由3栋建筑构成哈，然后这一栋是展览空间，还有我们的生活空间，然后前面那一栋是水屋，它是我的画室，然后这一栋问寮，它是雕刻工作室。这问寮很特别，它的造型好像特别的跟这个渔翁生活有关系。对，就是取自于渔翁旁的炭耕寮。炭耕寮就是古代的他们的造型，对，然后他们要去那个在渔翁上面，然后架一个小小的寮，然后去看那个晚上会够渔翁啊那种感觉。炭耕寮，所以就地取材。所以你就把很多海的元素呢放到你这个空间里头。那你刚刚讲那个水屋哈，它主要是画画的地方。对，画画的，那是我的画室。就是画室。因为以前水屋是盖在水旁，那现在渔翁已经填起来了，所以还是它的名字还是叫水屋，水的厝叫水屋。了解，所以把那个水的元素啦，你看炭耕寮也是我们讲渔翁呢，很多海洋的元素放在里头。那其实很特别，是你这边有好多的雕塑，好像就跟你的生活花园放在一起。对，因为这些雕刻是在我从事创作这30几年来的。有一些部分的作品了解，所以有一些是模型，有一些是成品。像这个就很特别哈。这一件是海洋之梦。海洋之梦，它是用水泥做成的。对，这个跟这房子一样的久，已经20几年了。所以是最原始的一个物件了，最早的作品。那里面我看到你还有很多的雕塑哈。对。然后它基本上都应该是你在这里还有一件白色的大理石雕刻。这个是大家很喜欢，好像它很多地方它是一朵花绽放，绽放，它的题目叫绽放哈。它是一朵盛开的花朵哈。了解。那这些好像也有很多都是您在那个以音乐为主题的一个雕塑的创作。对，我喜欢音乐为题材的创作，雕塑创作。这个是二胡，然后有看到有一些拉提琴的，那里有一个 double bass 的小男孩。了解。所以其实音乐的元素呢，在这个花园中，其实可以跟那个鸟语啊，跟那个花香啦放在一起哈，这感觉真是非常非常美的地方。那这样的一个地方，你看草坪又这么样漂亮，你是建构了多少年啊？这已经大概25年左右，然后就慢慢的一个一个给它成型。对。所以最早就是这一栋，对不对？这一栋。这栋里面你刚刚讲说有你的展览空间，有展览空间。那我们要不要进来看一看展览空间里面有些什么东西呢？好不好？好。哇，这个紫色的花哈，我看大嫂很喜欢，所以家里都充满很漂亮的紫色的绿。请进。好。这里是我的展览空间。哇，这个空间有很多雕塑跟很多的画画作品哈。这是我的芭蕾舞系列的作品，动芭蕾哈。那这个呢？哇，
这个也是一个这个是美女跟人物习作，人物的习作，人物习作作品。还是要这个很多有些是音乐的雕塑音乐系列，这一件作品叫礼赞。礼赞，礼赞。那这个绘画也很特别哈。这个是我新的作品，叫我心中的太阳。哦，心中的太阳，我心中的太阳有一系列的圆形的油画创作。那这个部分是有这个很特别的这个雕塑，这个雕塑里面这件是天使心情。哦，天使心情，天使的心情。了解，因为我知道，其实，在西方有一个飞翔的天使，然后呢，天使有一个羽翼呢，把它给遮蔽起来。对，它是新的尝试，我用铁丝缠绕当成它的翅膀。哦，了解了解，所以是复合媒体的所产生的一个雕，很好，很美的一个雕塑。这个杨大哥的一个美女呢，或是人物的雕塑，充满了一种我觉得很宁静祥和的感觉，让人非常的喜欢。那其实你从开始这个从事雕塑绘画到现在，有一系列的很完整的一个作品，你是不是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你的作品墙？好，这边。这里是我的公共艺术创作的作品墙，整个作品很完整的记录在这边。我看到了，这个就是我们讲的荣耀天使你的制作的过程哈，对不对？在泥塑的时候，这已经换成铜的时候。那这里面呢，其实有很多都是大家还蛮耳熟能详的哈。那大概你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几个创作比较重要的作品，好不好？好，这里最早有台南市政府的永生的凤凰，然后有台南高工的紫离至善，这里是鸿运文创的铜雕哈，还有都会公园。都会公园非常有名的，对，有文化中心，台南市文化中心，台南市文化中心的那个铜心，对，然后还有呢，其实那个圆形的那个也是我们大概都耳熟能详的，最上面那个日出哈，这一件是在台南二中日出。您以前是那个旭日东升，旭日东升就是之前您是那个二中的这个我是二中的校友。所以为二中创造的这个其实具有代表性的一个雕塑品就对了。那这里面的雕塑品呢，大概总共跨年有多久呀？这个已经有30几年的，最老的作品有30几年了，有30几年的历史哦。最早期的作品大概是哪一些呀？最早我可以找一下哈。这个在圣公理中的图书馆。这个在体育公园。了解，都在台南市，其实留下了很多很好的公共艺术的作品。那最近的作品大概是哪些？最近的作品就是台南高工的这一件紫离至善。紫离至善，在台南高工的校园中呢，学生呢做了一个很好的公共艺术的雕塑。那其实呢，这除了这个作品墙之外，我看这里面你还有很多非常好的一个油画，有以七股地区呢为主的一些的油画的题材，有在国外，特别这个大家很喜欢的，看了就很赏心悦目。这是在哪里这个画的一张的油画？我在有一阵子在法国亚维农，亚维农普罗旺斯的地方亚维农画的。所以下面的建筑物是一个亚维农，然后呢一个。是带一点音乐的感觉哈，对，放到亚维农的音乐季、艺术季哈，给你感觉真的是非常的美轮美奂。因为这里面你还有把一些，比如说像您刚刚讲那个台南高工它的雕塑品做了一个公共艺术模型放在这里，所以来到这里呢，其实各位可以参观到，大致上去了解我们今天这个杨明忠老师呢他的许多的艺术啦、雕塑啦、绘画的一个创作。但是还有一个创作，我们大家非常喜欢，事实上是给安平的祝福。我们可以来看一看吗？好，可以在这里。这一件是公共艺术和敬平安的，就是我刚刚提到的，对，这是对安平的祝福。以安平风师爷为题材的一件大理石创作。那这个大理石的创作1、2、3、4、5、6、7、8、9、10，为什么选这个数字还有这个造型啊？因为实践代表足够的力气，足够的力气，足够的保护。了解，也有十全十美的意思。那这个造型很特别所以它是那个取材自那个安平屋顶上风师爷的造型。风师爷是在保佑和敬平安，保佑大家都能够安康的，所以有一个祝福的意味在那里。所以你在创作这个作品的时候，当时是主要是为安平人而做的吗？
对，这主要是因为以前我住在安平嘛，所以就当地取材，在当地取材，就是用安平的元素来创作。哦，了解。那其实我想这样的一个祝福呢，也是杨大哥带给我们所有喜欢他艺术人的很好的一个祝福。我一直觉得我很喜欢杨明忠老师讲过一句话说，艺术不是摆在博物馆，艺术呢是在我们的生活里。我们刚刚走读了一下他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空间，不管是他的雕塑馆，不管是他今天给你展览的画室，还有我们想这个给我们带来很多祝福的这么样的一个雕塑品，我们会了解这个作家心中事实上充满了许多爱与喜悦的。所以呢，我们在这么样的一个空间认识里面，我们也看到一个艺术家非常美丽的心灵。所以杨大哥，我们待会坐下来，再来好好聊一聊您跟您的艺术生活，好不好？好啊。好，那我们就一起走吧。各位亲爱的咱们爱陶瓷的朋友，您好。今天呢，我们来到七股的鸟屋工作室。今天这个节目很特别，是因为我们要借着一位艺术家的访谈，告诉我们什么叫美、艺术以及生活。我们邀请到的是国内外非常有名的雕塑大师杨明忠杨老师。杨老师好。大家好。今天来到这里呢，很不一样的感觉是，刚才我们透过老师带着我们走读鸟屋工作室，事实上我们也看到真的在实践老师所讲的一句话：美不是就放在博物馆，美是放在生活里的。所以我们一定很好奇，您能够有一个这么样的一个艺术的创作，以及有一个这么样的艺术的展演，还有一个艺术的空间，那杨老师是怎么样去阅读，怎么样生活的呢？所以我想请问一下杨老师，您本身是台南人，善化善化是挖刷一边呢，现在是在七股，所以呢，可见这个路呢，从山走到这个海，事实上是一段很长的一个路程了。那我就很好奇了两个，第一个，请问你是您当时怎么会想到去从事这个艺术的创作？这跟你的生活经验有关系吗？因为我从小就喜欢画图。所以很自然顺理成章，我念大学的时候就是考上雕塑系，所以一直以来就以雕塑为我的工作。那其实是这样子的，我们说美术这个范围是很广，有画画的啦，当然您画画也是很特别，但是大部分的人都发现，在你的雕塑里头，更找到一种其实很不同的一个气质跟美感。可见你本身是很喜欢雕塑哈。那雕塑从玩泥巴开始，小时候你就是玩泥巴的专家吗？小时候就喜欢玩泥巴，因为小时候我们家有农田，那农田里面就有黏土。然后经常取自于田里面的黏土来做我的玩具。所以那样子的时候，你大概是捏些什么东西啊？因为小时候我外祖父是卖牛的，牛墟市场卖牛的，所以我经常以牛为题材来捏塑水牛。所以牛其实很代表台湾很本土的一种精神。其实牛本身呢，它事实上也有代表的一种，我觉得农家我觉得勤实朴干，而且呢，他们会用这个来教诲他们的小孩。所以你小时候捏那个牛是用泥塑来捏。那么后来上大学之后，你是怎么开始从一个玩泥土的经验，然后进入到你今天喜欢雕塑这个过程呢？因为我所练的就是雕塑系，所以接受专业训练就是从学院派的人体素描开始，所以一路以来就以人体创作、人物创作为主。那么在这样的一个雕塑的过程中，我就非常好奇，因为其实每个人会从你的作品里头看到一种感觉是，每一次我们只要站在你的作品的前面，有一种宁静、安静的一种感觉。有些时候我会仿佛觉得好像很像日本人一种禅的精神很瓦比萨比的感觉。那么是不是您的雕塑有特别喜欢的导师，而他其实也许某种程度是影响你去看雕塑这件事情，有吗？这跟我的生活环境也有关系，因为我从小在农村长大，而且我几次的就是
搬家的经验，我都选择比较宁静的海边。像现在我的工作室是在七股海边，对，所以我所居住的地方，我把它打造成一个宁静的空间，所以这样才能够静心下来创作。所以就对你来讲，你比较喜欢就是找一个僻静的空间，然后呢，在一个比较世外桃源的地方去宁静做你的作品。所以你的作品呢，不知不觉它是带了一种我觉得好像很宁静的去享受。在那个氛围里头很宽阔的一种情境，这个就是环境的影响。环境的影响。虽然讲安尼庄脚囡仔吼，较容易成为艺术家，你知道不？因为吼庄脚囡那些每天他对着那很广阔的庙埕吼，那很广阔的一个田野，然后晚上那种星星啊，这个花香啊，然后鸟鸣的感觉，所以我觉得童年的经验是很特别哦。可是我记得有一次我来您这边跟你聊天，你讲了一件事情让我觉得印象很深，说你上了大学以后，你发现在大学怎么有那么好的事情，可以一直不断的玩泥巴，这怎么说呢？因为我练的是雕塑系，所以几乎每天的课程都是画图，还有泥塑为主，所以每天几乎都是对我来讲好像是游戏。好像进入天堂一样。对。这段我会很感触的原因是因为其实我大学也是自己很喜欢国文系，所以我就选的唯一的志愿国文系。我突然发现进到那个图书馆里面天哪，怎么有那么多书？而且我觉得很美的感觉就是你可以一直阅读，一直阅读，然后呢，那种感受我就发现真的是人间最快乐的4年。我相信你在大学里头也遇到一个这么样的一个蛮特殊的4年，是一个很快乐的。我们是3年，我们因为以前国立艺专是3年，所以那是我最快乐的求学时期。所以您的那时候，你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事情啊？几乎把作品翻出来的那一刹那是我最难忘的。因为作品呈现了。对，作品呈现的时候大概是我最难忘的时候。那现在你有好多次的翻模，几乎翻了国际级的雕塑的模，那种喜悦仍然还是有保存的。还是会每一次作品的诞生，还是非常的兴奋。对啊，其实杨明忠老师讲过一句话说，艺术就是代表生命中唯一的爱意跟喜悦。我想从你开始选择艺术系的时候，就已经注定你一定要创造一个这么美的艺术与生活的感觉在我们的生命里。可是我也蛮好奇其实从善化到七股这一路的中间，您并没有马上从山到海，其实你去加拿大。这是为什么我们今天对你这作品中其实有很大的好奇，是因为里面宽度很大，它不仅是一个在地化，它更有可能是我觉得用台湾的品牌去创造的国际化。所以我很好奇，是您当时为什么想到远走加拿大，而且选了一个 Butcher Garden 这么花园的城市而居住呢？我在96年的时候，带领着我们全家就搬到加拿大，温哥华岛，温哥华岛，我们在那里住了10几年然后我们家里面住的是一个农场，我买了一个农场，就在里面种花，开垦农场，养一些鸡啊，还有种很多薰衣草，就在里面艺术创作也在那里。所以你营造了一个其实可以艺术创作的一个园地。所以那时候你是远离家乡，走到一个你自己熟悉的一个，我觉得像是秘密花园，很安静的，所以得以能够全心的去想创作这件事情，是不是？那加拿大你总共有多少年的时间啊？大概有11、12年，等小孩都长大了，我们再慢慢把重心又回到台湾。那我就非常好奇，是在加拿大这几年中，你自己感悟最深的，尤其后来对你的艺术产生最大的影响，它会是什么？因为在加拿大，我就是每天几乎都悠游在那种大山大水、很辽阔的风景里面，那是我最感动的一件事。所以就加拿大其实提供了一个天然的大花园，就真让你重新去看到花跟草。可是如果以加拿大的 Butcher Garden， 它是一个很花园、很美妙的一个地方，跟你童年中你的那种农田啊、泥巴这2种经验加起来，你觉得它本质上有不同吗？加拿大在我的生活里面算是这种农村生活的升级版。了解。怎样的升级呢？
因为它是一个很精致、非常美、非常比较有设计感的花园，跟我们以前在农村、在台南那种感觉完全不一样。所以就说你童年的时候，其实接受了属于农村的一个生活的野放，然后你看到了就是很自然的，没有经过任何的安排跟设计的一个田园，放进你的心中，成为你后来去看整个大自然的一个基本的一个雏形。我觉得这个对我们来讲，事实上是很重要，是因为它还没有设计过。后来呢，有一个更大的转折是，老师您也进入到一个学院，透过一个学院之后，你也短暂当过一点老师，然后呢，你后来又来到了加拿大。我觉得也许你更能感知到一个经过一个更好的美的设计的一种层次是如何的过生活。因为在加拿大有很多跟加拿大那边艺术家互相交流，对，然后我也在大学里面的他们的共同工作室里面创作，所以在那边就有很多不一样的经验，累积了又回台湾创作这段时间的能量。所以你觉得其实对一个艺术家来讲，如果有这样的机会去做一点国际的视野，事实上也许是生命中蛮必须的。那是非常好的一种经验。那样的经验，后来你把它带回到七股，其实我觉得我们第一个感觉到就是你的花园，其实每个人讲说，哇，我没有坐飞机，我竟然真的来到国外的感觉，它一定对你的生活产生必然的影响，对不对？对，因为在加拿大几乎家家户户都会把他们自己的花园打理得非常好，对，而且每个礼拜要割草，一定要整理。所以也就是说，如果假设把自己的庭园打理得很好，你处在这其中，你自己本身就是个艺术家，那样的阅读的生命，也许会带来更多的愉悦的一种感受，对不对？对。所以有些时候呢，来到你这个七股我们的杨大哥非常豪气的说：“啊，都免坐飞人机去外口啊，阮家就是国外。”其实那个国外的定义就是说，把一个生活打理得非常美的艺术花园，就在这个地方，别无外求。那我认为对他来讲，其实每天在家就是一个美妙的旅行。我有一点很想请问大哥，我相信您跟大嫂两个人的旅行经验是相当的丰富，你为什么喜欢旅行呢？因为我们在加拿大的时候，就经常在小孩子上课的时候，我们就骑脚踏车，不然就走路到处悠游于就是山海之间所以在那时候就养成了就是背着背包自助旅行的那种习惯。了解，就是说让自己的生活永远都是走出去的这种感觉。所以我觉得你的旅行有分成，有一种是轻旅行，像我看，我们大哥常常会在七股的黄昏，然后跟着大嫂两个就骑着脚踏车出门去了。那出了门看到微风吹，然后七股的旅行呢，也是一个短的旅行。那国外的旅行也是一个不一样的旅行。所以你怎么看旅行这件事情呢？对你的意义，对你的创作有一点影响吗？旅行对我来讲是在寻找我的创作更多的材料，就跟我阅读一样。我是在寻找更多我创作的材料，所以借着旅行在阅读就对了。那我看到你的画里面，如同我们刚刚在做介绍中有那种法国的亚威农啦，那参加这个艺术季，或者是说你也画了很多有关法国的这个作品。我有点好奇在你旅行的过程之中，你觉得哪一个国家对你来讲，除了加拿大之外，它可能是你在创作中，事实上你阅读起来特别丰富的？我喜欢。在法国的，就是在他们的南部，法国南部的南化的乡下，我喜欢就租一栋房子，在那边画图，在那边就做某种程度的 long stay， 然后在那边画画，那就画了很多作品，然后再回来一次，大概1个月左右。所以你会做一种就是定居在某一个地方的一个长途的一个旅行。有时候会选择邻近的日本，京都都有。这样，所以你每次出去的时候会带一个画布或是一个画本，然后去做现场的一个绘画。一般都是带数学本。是那所以你如果假设对我们台南爱读册的朋友的建议，也许我们可以能够学做文理了跟学做艺术家呢。艺术家旅行的配备应该有什么？有一支画笔，
还有呢？你可以准备一个画箱，然后里面装很多你需要的简易的画图的材料。对，然后去素描。有比如说粉彩笔、铅笔，还有一些图画纸，还有一些简易的水彩都可以。你就可以这样在轻旅行里面，你可以简单的行囊就可以上路。所以通常你画画的时候会跟你的创作是做一个其实还蛮完美的结合，对不对？对对对，还可以用现在有很方便的数位相机可以记录下来，那你回来可以变成你创作的帮助。这样子哦，所以在每一次的我们讲旅行的经验中，其实对他们来讲，就是像艺术家一样，透过一个艺术的眼睛去捕捉那个画面。所以每个人都应该有这样的一个知识。这个就是一个艺术家的框框。准备一个框框，然后来把它框进来。其实杨明忠大哥曾经讲过一段话，我自己觉得非常的喜欢。他这样讲，他说：“你知道我们为什么要旅行吗？因为呢，我们旅行是为了要遇见与我们同样频率的人，看见这个世界上我们正在实践中的梦想，而在旅行中还有许多许多等待我们的风景。”所以旅行你会赚到无形的价值，你会赚到与家人共处的时光，所以旅行真的非常值得，这就是你旅行的真意，对不对？对。我们真的很谢谢我们杨大哥用美与艺术的眼光带着我们去看旅行以及所有的艺术的空间，那就让我们跟杨大哥旅行去吧。谢谢杨大哥今天与我们一起来谈这个单元，谢谢您。谢谢大家。风花树头飞，阮的心情对你走相找。风花烟拍拍，离离点点一地走拖。春花红红插头丛，碰棍青青遐大丛。风来偏偏人乌嗲。浮城上水看一丛。